叫 Mike 張，咁大家可以叫我 Mike 嘅。咁我係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嘅3年級生啦，都係第一屆戈壁慈善行嘅完成者，同埋第2屆嘅參與者。咁開始之前咧，我希望同大家講一個故事。呢個故事係講關於個18歲嘅後生仔，佢好努力考上咗香港大學啦。當時佢都有個女朋友，都有一班好好嘅朋友陪伴住佢。不過接住落嚟入咗大學之後，佢發現好多嘢都變咗，好似乜都唔識咁樣。去到大學，我應該點樣揾朋友？應該點樣去學習呢？女朋友又飛走咗，又異地戀啦。然之後仲要係你又揾唔到啲朋友，甚至屋企都會離異，都有屋企人離婚嘅情況。嗰陣時嘅我陷入咗一個輕微嘅抑鬱症，甚至係一啲比較大、比較多人嘅場合都有憂鬱症。嗰陣時就係我，嗰陣時18歲，呢個就係我，呢個就係嗰陣時面對住大學，我每一日就係返學，返完學返嚟，可能煮個飯或者食個飯，然之後可能同女朋友傾句電話，好似做記錄咁，報個告，然之後嗰個就完㗎啦，好悶㗎，黑白㗎，係機械式㗎。咁每一日就係咁樣過，感覺人生好似冇乜希望咁樣。不過有一日，我媽咪同我講，有個活動需要你幫手，佢需要有人幫手做 panel， 需要做一啲簡單嘅做音樂嘅，做 IT 嘅啫，好簡單，邀請你過嚟幫下手啊！咁我心諗，好簡單嘅嘢 IT 我都識啲嘅，咁我咪試下咯。係啊，都佢應該無傷大雅嘅，又唔會見到好多人，我都喺嗰度做嘢。咁當時我就咁樣懵懵懂懂咁行咗去呢個簡介會啦。咁去到簡介會，我咁樣坐喺台下，台上係咁樣嘅，就望住一啲嘉賓。咁啊，有高永文醫生啦，都有評議會主席啦，甚至都會見到有好似Uncle Sandy 係佢哋主辦方嚟嘅。咁佢哋重複地講咗一句嘢，我好深刻。嗰一句嘢咧，就係人一生人總要去一次戈壁。佢哋講到話戈壁係幾咁靚，行完戈壁係幾咁成功，甚至有啲 MBA 嘅人，嗰啲 CTO MBA 嘅人好勁㗎嘛，個個讀完 MBA 都好成功。佢哋其實每一年要行一次戈壁先算畢業。佢哋仲話到咩？戈19喎，戈16喎，成幾千人一齊行喎，戈壁好宏偉、好大嘅一個沙漠嚟㗎喎，你可以同時間無論感受到大自然嘅力量，或者係感受到嗰度好濃厚文化嘅氣息。咁嗰陣時我哋要行嘅咧，嗰個係叫做絲綢之路。咁完咗啦，其實我係記得呢句嘢，但係冇乜感覺㗎，我淨係知道係一生人總要去一次過嘅啫。但係好似好難喎，我又冇做運動嘅嗰陣時，係咪先？你同我講，我無啦啦我要走去行個108公里喎，哇！我10公里都行唔掂啦，係咪先？咁其實我係冇諗住參加嘅開頭。咁但係呢句嘢喺我腦海裏面重複住，我一直喺度諗，一生人總要去一次戈壁。咁我係咪真係好想去戈壁？但係仍然我係阻住咗自己，都係唔係幾想去住嘅，所以係冇做到行動。但係一個機緣巧合之下，我喺2024年嘅3月參加咗一個成人財商嘅課程，佢讓我睇到原來人生有好多嘢可以體驗，其實有好多思考上嘅模式可以改變。原來人生係可以不一樣，原來我係可以有我自己嘅目標，有我自己嘅夢想。咁所以喺完成畢業嗰一日，我喺同學同埋喺導師面前宣告，喺面前承諾佢哋話我2024年將進村要去一次戈壁，係非常之有力嘅一個宣告。而嗰刻嘅我都好相信，因為當時財商佢同我哋講嘅就係、其實即使嗰件事有幾難都好，你如果好想做，你只要先踏出一步，
後來嘅事你可以之後先算，但係只要你踏出一步，做到個3%，你其實就已經付出咗好大嘅努力。因此，我承諾咗，我宣告咗，我更加要做一啲行動俾自己。然之後落嚟接住嘅3至4個月嘅時間，我都好努力咁樣去訓練，每個禮拜會揾7日，每個禮拜會揾5日，係會落樓下喺我屋企油塘行去觀塘，再行翻去油塘嘅嗰陣時，行5公里，keep 住行5公里。咁當然唔單止一個人啦，有時都會拖住我媽咪一齊，都會係落去一齊行下路。而甚至我放學翻嚟咧，我都會喺屋企樓下度喺大堂行到上頂樓40樓，再翻屋企嘅。咁都係想訓練自己。除咗自己一個人啦，我哋都會係有一個團隊，同之後一齊去行戈壁嘅人一齊去做訓練，感受呢個團隊開心嘅氛圍。咁就喺呢個努力底下，呢段3個月4個月嘅時間就係咁就過咗啦。咁就嚟到我第一屆嘅戈壁慈善行，係4日3夜108公里。去到之後，其實我先發現原來戈壁係真係好靚嘅。無論係嗰度浩瀚無垠嘅一個沙漠，或者係一望無際嘅草原同戈壁，呢個大自然嘅力量，甚至喺夜晚你見到個月亮係發光，好似個太陽咁樣照住你㗎。喺呢個咁靚嘅大自然底下，甚至你諗到當時其實好多商人喺幾百年前都係行呢條路，甚至成1000年前，你同佢哋一齊行緊嘅。唔單止你自己，同歷史上面嘅人，同你而家嘅團隊一齊行，感覺真係非常之深刻。即使係第一日，我面對住行到最尾，有少少發燒嘅感覺，行咗接近7個鐘啦已經，但係我都要堅持，我要繼續去行。而第3日我都有面對迷茫嘅情況，我望唔到前面支旗喺邊，我唔知要去邊啊！全部都係沙塵暴嚟嘅，乜都睇唔到。但係我淨係諗起我其實已經付出咗接近3個月4個月嘅努力，我唔想喺呢度就停低，所以我繼續向前行，直到我揾到下一支旗杆。每一次都係咁樣諗。而喺團隊配合底下，我就勝利咗啦。係咪會睇嘅？我可以完成第一屆嘅戈壁係108公里。係好深刻嘅一次體驗，而呢一次體驗都讓到我願意再打開我自己，讓我自己去做啲公開嘅演講，讓我自己去表達我裡面其實有乜嘅感受，有咩想講俾大家聽。咁同時都點起咗我裡面嘅一團火，呢團火令到我第3日喺營地裡面自願去行出嚟，喺一個接近100人嘅面前。去講關於我今次喺戈壁裏面最大嘅感受我嘅體驗，或者喺最後完咗之後，我都會喺一個舞台上面同大家分享今次我最大嘅心得，因為始終我都係一個年輕人，我都希望將呢個年輕嘅體驗帶俾大家。呢團火點着咗我，本身好漆黑，本身黑白，本身機械嘅人生，讓到我覺得人生真係不一樣。呢團火都令到我離開咗戈壁之後，繼續燃燒住我嘅生命，令到我有好大嘅轉變。我喺接住落嚟24年嘅12月，我去參加咗一個10個公里嘅山賽，係我真係冇諗過我會去跑步嘅其實，但係行完之後我有一個心得，甚至喺我哋一班歌友面前，我哋一齊參加咗呢個16K，我跑第2名。係好不可思議，但係同時其實我都發現到，即使我跑咗第2名，其實都可以再跑好啲。我更係自己設立咗一個70日，連續70日，每7日跑5日嘅一個跑步計劃。為咗完成呢個跑步計劃，甚至有一日我喺機場，我要去機場博覽館聽咗全日嘅 talk 之後，坐到隻腳都痹晒嘅時候，我仍然第2朝都要凌晨5點走去喺機場跑翻出東涌，再跑翻出機場，去完成我呢個計劃。
呢一團火令到我成個心態改變咗，令到我發現其實好多嘢可以堅持去做嘅時候，你會睇到好多唔同嘅色彩。喺完成咗呢個7歲嘅計劃之後，我仲參加咗渣打馬拉松半馬，而喺我第一次半馬，我就能夠得到一啲新嚟嘅人都未必得到嘅成績，就係接近2個鐘嘅成績，係非常之不可思議。有冇人知道半馬係幾長？21唔知幾多？係啦，就係21公里再多少少啫。21公里係唔簡單嘅噃，係啊，係真係唔簡單。我哋係跑過去21公里，所以呢21公里都讓我感受到其實大家係一齊跑㗎。只不過喺呢個跑嘅路程，你係以乜嘢速度，你係以咩心態，全部都係睇你自己啫。咁呢團火持續咗半年之後，我就回歸翻我嘅生活，就每一日去翻勤勤役役喺呢個學業上面繼續去努力嘅生活。咁就過咗呢半年1年之後，就嚟到第二屆啦。第二屆嘅戈壁都係4日3夜，不過今次多咗少少嘢，就多咗2公里，係啊，2公里啫。但係今次戈壁，我嘅身份係完全唔同㗎啦。上一次嘅我可以做一個默默無聞，就喺團隊裏面做一個少少貢獻者嘅隊員。但係今一次我係隊長，我背負咗一個好大嘅責任。我喺高永文醫生上面接咗呢一支旗之後，就證明咗我係一個隊長嘅身份。而身為隊長，我哋就好似而家嘅我咁樣，站喺台上面望住台上面，嗰度有啲宣誓詞嘅。我哋係要宣誓，係要每一刻去確保每一位隊員嘅安全，同埋 check 佢安全之餘咧，仲要安全帶佢哋翻終點。安全、隊友、終點呢3個字喺我腦裏面好深刻咁記咗落去。咁喺呢個重複住隊友、重複住安全、重複住終點，我就喺呢3個字裏面過咗。係戈壁就去到第一日啦。第一日係22公里，咪話算我跑咗21公里嘅，係啊，好簡單嘅就嗰陣時對我嚟講，跑下就完㗎啦。咁嗰陣時我心態點咧？第一日22公里啫，好簡單啫嘛，係咪啊？咁一定跑得掂嘅，冇可能有問題。咁嗰陣時我就係隊長啦，但係我隊員咧都係一個輪椅人士，咁所以其實我哋隊長同埋隊員咧10個人，有7個人都要拉住佢㗎。我覺得都簡單啫，就算我跑快啲都得嘅，係咪啊？大家咪覺得得㗎？得㗎嘛？可以㗎嘛？哇！你哋都有時間。係咪啊 ？OK 㗎嘛？冇問題㗎嘛？完全冇問題㗎嘛？咁就有問題啦。係啊，好有問題啊！我爭啲死啊！喺第13公里嘅時候，我就係咁樣行一下，腳冇晒力，好想嘔喎。熱衰竭。我好唔舒服啊！好暈啊我，點算啊？我會唔會行唔到去中途站？甚至行到中途站嘅時候，我就係咁樣坐咗喺度，喺度乾嘔，好唔舒服，嘔咗20幾次，嘔到成個人攤咗喺度。係啊，攤咗喺度啦，唔通就咁就完咗？所以我就咁樣俾人送咗去醫院。喺醫院裏面度過咗接近1日1夜嘅時間。喺嗰段時間，我就係感覺到好似有啲護士喺我手上面篤咗好多支針咁樣，好似俾人貼咗好多嘢咁樣。唔通就咁要完啦？我想帶埋我啲隊友翻終點，我唔想喺呢度就完，甚至我唔會就咁就完我嘅生命啩。冇咁快完啩，我好想帶佢哋翻去。我係隊長，我真係好想帶我隊員一齊翻終點。我覺得身為隊長，我真係好想咁做。
呢個好想帶隊友翻終點嘅心態，喺我腦裏面 keep 咗一夜之後，我做咗個決定，喺專家同埋我媽咪嘅確保底下，我確保我自己身體係安全嘅，所以我做咗呢一個決定，就係我要翻終點。我第4日我要翻終點，我呢團裏邊嗰團好強烈嘅火重新燒起咗，即使我身體有幾疲憊，即使我身體有幾受傷，即使我狀態有幾差，我都要翻終點。我好想翻去，我好想睇住我隊友翻終點，甚至我好想同佢哋一齊跑翻終點。我真係好想咁做。而喺呢段執念嘅底下，我成功帶到我班隊友一齊翻終點。甚至我喺嗰一日，我其實係凌晨4點起身嘅，一個人搭咗5個鐘車去終點。熬咗去終點之後，我仲倒轉跑咗2.5公里翻去。嗰陣時我嘅身體即使有幾疲憊，即使有幾攰，我都要跑翻去揾我隊友，我都要同佢哋一齊衝終點。係啊，結果係唔完美嘅，我係跑唔晒全個嘅，但係我帶到佢哋翻終點，好開心，好喜悅啊！我覺得。而呢一切都係源於嗰陣時，我願意去踏出一步。嗰陣時，我唔單止參加咗第1屆之餘，我仲參加咗第2屆。第2屆之後，我仲透過我好強烈嘅念想、好強烈嘅執念，讓我自己重新翻去呢個終點線上面。而完咗戈壁之後，完咗第2屆，我更係完成咗一個好大嘅蛻變啊！之前我咪跑咗1半馬嘅，接住下來，我做咗個意想不到嘅嘢，就係我去咗柏林啊！我喺上年9月，我去咗柏林跑一個全馬，係完全不可思議嘅，我覺得我自己。德國呢個地方都對我個意義非常重大。諗起我當時中3係 Covid， 係1920，因為疫情嘅影響，我唔能夠喺嗰陣時復活節去到德國。我好想去，嗰陣時報咗一個7日6夜嘅旅程，但係我去唔到。就似德國喺我腦海裏面一直沉澱住，一直喺度重複住，直至到去到2020年，我終於去到德國啦！我甚至喺嗰度完成咗一個馬拉松。原來德國係咁靚嘅喎，工業革命係真係咁靚，係真係咁勁嗰啲嘢。原來我係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，睇到唔同好靚嘢、好宏偉嘅喎係。原來我嘅人生唔係淨係得黑白，其實係好多色彩可以睇到，只係你有冇去願意去發掘自己，有冇願意去讓自己定下呢個目標之後踏出你嘅第一步。而呢個第一步，我覺得非常重要，令我成功完成咗呢一個蛻變。喺呢度，我想帶一句嚟自都係德國嘅哲學家，佢係海登格，係一句名言嘅一句格言，就係你只要未經歷過死而後生，你就尚未真正成為你自己。呢個死唔單止係講當時接近生理上，我喺上面昏迷接近死亡嘅一個狀態，而係曾經我喺18歲嘅時候面臨到，無論係父母離婚、揾唔到朋友、冇晒朋友、唔知點樣、無知嘅嗰種困境，甚至係我嗰種唔去練習之後去踏上戈壁，令到我自己身體非常之差嘅一種舊習。喺呢幾種嘅黑暗裏面，喺呢幾種嘅死裏面，我重新蛻變咗，好似毛毛蟲蛻湧成蝶，重新獲得一個新嘅人生，重新踏上呢一片彩色嘅，不再係機械嘅，原來係好活生生嘅土地，成為一個唔單止人生只係表層，而係更加有深層次、有意義嘅一個存在喺呢個地上行走着。
而呢一個故事，我希望唔淨係屬於我自己，呢團火都係唔淨係屬於我自己。今日帶呢個故事俾你，唔單止係將我呢團火點燃，更係將呢團火可以傳埋俾你哋，點燃你哋每位各位在座各位嘅火。呢團火係你哋能夠去達到目標嘅嗰團火。你哋有冇一啲曾經好想做，好似我嘅戈壁咁樣，好想去做嘅事，但係因為有啲困難做唔到呢？如果有嘅話，我希望接住落嚟嘅1分鐘，你哋可以攞喺台面上面嘅紙同筆，去寫低或者畫低你哋心目中嗰個好想做嘅事。接住呢1分鐘交俾你哋啦。